呢排黃金經歷關稅戰啲高潮完又再反高潮嘅消息不斷洗禮啊，金價呢亦好似過山車一樣高潮迭起。上星期金價由高位插咗足足200蚊啊，仲以為升完一輪要回下氣啦，但係唔好意思喎，呢個星期呢又抽翻160蚊上嚟，從谷底2970啊拉翻上去今朝嘅高位3130，真係問你知驚咩啊？老實都真係唔係幾明點解個市會敏感成咁，即係一個人嘅決定呢，已經可以將成個金融市場玩到天昏地暗、日月無光。只能夠話咧，好多投資者咧都已經冇辦法再用理性去分析局勢，只可以被情緒牽住鼻子走。隨住阿侵侵暫緩關稅啊，股市啊大幅回升，按理咧金價就應該有所回調啊。但係金價呢一刻咧仍然企穩喺3100樓上，未見有回調跡象啊。相信咧係因為市場對今次嘅關稅戰咧仍然未敢樂觀，特別中美咧仍然喺對峙當中啊，點都係揸住黃金最均真啊嘛。今日技術分析啊，上方壓力位3123、3125呢一個位咧，今朝已經試穿過啦。雖然未算成功突破，但係明顯阻力唔大啊。一升穿呢，目標咧就睇翻3138至3150，甚至挑戰歷史高位啊。咁入場點呢，就係等個市回翻去3100至3110咧，就可以考慮買入做多。止蝕咧就設喺3090下方啊，穿咗就唔好亂戰啦，等下一轉機會啦。依家金價咧明顯仍然係處於強勢結構，雖然有調整，但係未有反轉嘅信號啊，所以寧願逢低揸咧，都唔好逢高沽啊！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下周再見。